继续来看美国的军火商雷神公司涉嫌卖予咱较贵的军事武器。国防部长郭立雄昨昏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，针对外界质疑远度的预警雷达维修的费用要377亿。郭立雄强调讲，这装备甲证据拢是咱台湾要爱的，维修嘛是根据咱的需求。另外，军方嘛承认讲，咱无在调欺诈军售案部的绩效。郭立雄嘛答应讲会检讨欺诈的流程。美国军火商雷神昨日公布军售绩效案脱销，国防部长郭立雄这次到立法院报告，佮表示，美国会负完全责任，会要求美国政府将所有的款项全部交还。也毋过外界质疑，其中包括中电武警雷达3阶段维修费达到377亿，洪培平强要会当佮买一组全新武警雷达。装备是我们所有的嘛，那个所获得的这一个情资也是为我们所用。那所以相关的这些维持的部分呢，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。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签约，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。调查立委更加关注，敢是会通过检视所有类似采购案，甚至调查过来敢是有监管协议。在军售案上，有关军售这个模式，台湾有没有能力注意处理或了解到异常现象？没有办法。有没有掌握到我们国内的人有没有问题？美方并没有说明我们有任何我方的人涉入。郭立雄答应会检讨上述案的起效流程，也毋过军售争议毋难一件。郭立雄证实，2020年182亿的爱国者3型飞弹中监测案，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先自甲美国签约，时任国防部长兼执法事前毋知影有定数欠点。另外，美国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，也毋过自安形式多模型验证，加做美国国防部采购案的经济性要求，认证费用恐惊是一大负担。美国授权某一家，或者是美国授权某一家认证公司来做认证，或者美国自己在这里成立一家认证公司，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就可以比较大幅的降低。增强空防战略，不过后一代先进战机 ADF 传出会无采取自制研发，会向美国争取采购郭立雄回应。那自主研发成效加上外国装备得到可能性，自制后一代战机都会行落去。无种有关是行自制甲外国两条路线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